年米拉土天4个月，我别个认为录这录出去，我没几个嘛都通个没，都都我呀录着还些去，空中我呀空中啥子都吃了4个多，我就他妈伢们都铺3个月，你3万的看你马修啊结果嘞，这对我录注意。拉住给，人就这边。哎呀，你那看俺那呀那两个就是，哎呀，你这是给3年级的老兵吧？今天甚至把他领的月的，然后够月呗。找个嘛人，我找哟。没错，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所有为追梦人提供帮助的这些爱心人士。正是有了因为大家的帮助，他们的梦想才能够照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是为追梦人实现了梦想，而未来他们还将会帮助更多的人来圆梦。我们也呼吁，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。向右边看，好。现在向左边，哎，好的，好了。涂丹的眼睛需要马上手术，再耽误下去的话，恐怕就保不住了。这样，明天就带他到医院来。马上20年，你现在让查住了，我，人来的，这不对。看火车，看火车，看，看火车，看，火车开过来了，大家往后站点儿。老师，火车上怎么那么多房子呀？那不叫房子，叫车厢。里边可以坐很多人。语音地图开启。拉萨、火车好长啊！贵阳、柳州、湖州、广州、火车好长澳门啊！、深圳。车头都那么远了，车尾还在这儿呢。火车跑得快，给他。
天。维修方法：重新固定调整螺丝，输入您的钢琴生产日期，使用环境及频率。1987年拉萨未使用55年，抱歉，您的钢琴已无法维修。就是那个年轻人工的，这就将那个俺做来啥所用的。这都在给俺做，俺们干吃也开来差不多。俺做来啥团结，你送给俺，人家深圳都来不及的。也是对住南疆节呢，俺做村民个个的相爱的。你工作开连节约，加上你工作老胖的就可能这。那简直是像个真是样的。我的土鳖吃就是样的。或者这个花钱不得？啊，花钱不得姐。学姐。从哪里有酒店？我们都跑不去了。看这些这个当完了，俺就写了。你都在没有这里来给我小的速度，给我下课桥的速度。他不送。工作时间当完了了，工作罗去去的，我是工作时间当完了了，罗去去的，工作时间当完了了。
爸爸出来这是。电话第57行至第67行，江导演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留言。江导演，我是你的老师，我们晚点到拉萨。等这谁呀你是？对，还有我们坐飞机的、吃的、睡觉的地方。这是奶奶让我就给你带来的。这是哪？去电过的难民看这呢？去电过的难民看这多。那是把别人送的。听到考完中年人吧？俺这年人那着你。我们看人年人。领导，他干的。嘘，看中大去。俺这来啥主要么？真的，跟你讲，俺这生个的。
làm có lệ để em chả số làm con đi ngăn trong em sẽ ta được sao cái xin rồi nó khẩn trương rồi yên yên chỉ cho mình thôi搜索地点或地址，正在编拉萨市，从日喀则市出，终点跟踪，打开，当前位置日喀则地区，前方无名路。酒店蹲啷个都给人打死的。蹲啷个就要不着，俺啷个俺是叫吃的，他人车上俺是啷着。徒弟，徒弟。让过来打你这个多快！头点，带俺去推当过，找。我说还不给。绕什么？这球队我就够的，这人都能我就通过门的。人想不多哎。什么进度？一呢？我说两个现在进度呗。那，我这三百干现在交下来。人是人的人那个呀。徒弟，俺做苦的。今年俺娘不说。
徒弟，徒弟，徒弟，徒弟。这是可能我也的。等等，一个门。人就欺负的这都能人来洗个的。俺昨天在深圳来的。可是俺年轻那里团呐，俺那么看俺过去的，你也别问呀，我是的。俺本着这看他忙不用的，这个我来这边呢，干不过我吃，吃不过我你说吃。年中最难没的，我那个俺年轻那里写咱们同学。让你这的，那不得要我去他县的大概这个人。江导演，我是倪达老师。你们来接我们了，我们晚点到拉萨。等，这谁呀？你是？啊，对，还有我们坐飞机的、吃的、睡觉的地方。C298次航班已经到达本站，谢谢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江导演来电，接受，按钮。这把江来给，好来说。喂，你好，江导演。喂，我是倪达老师，我们遇到些困难了。张导演，我们翻车了，差一点掉进河里了。接下来可把重的。大兄弟都是开发队的。喂，你是谁呀？啊，我是索朗。索朗？啊，不对，我是倪达老师。倪达老师，喂。大门都。哎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跟您问一下，跟您联系的是一群孩子呢，还是一个老师啊？你问我，我怎么记得那么多？
你见到人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出了问题你负责。笨蛋！导演，这个。俺这两个脑嘛是吧？我走，让着给。母，我做老美，我做马路那真给4个的。对，让我进来，我做很多钱啊。就做俺你都有能这个的吧？他这边讲了，我就是我用个人是个教长，把教长。他这边讲了，俺这里啥关系的？但他考老们的，俺很这这晓得。教长给你的了，人到那是你这个那个问题。去做这就的，俺老给土地。走吧，给3我2个是的。俺老的，啊，这个土地怎么是的？俺老的。这边大叔。俺你真的等你出工作，俺能干吃你的，俺等到没几通过月的，就是那说你那个没几通过嘛的，不得让个俺就是当俺让不能当这个，俺来的，记住。快报警！怎么回事？别着急，慢一点。一个盲校的老师和几个孩子，他们好像出事了。你是谁？干啥？算了，天都肯盖住个。您这哪写当个主？对，俺来写当也干不赢。前家长俺是你们的主，日家长通过这俺是你们的队长，俺来通过月，俺那两周年这我们都上啊。土地教我这了，俺是你们的提取的，就说教我的年多久，俺这个没。对不对？这嘛是年包着。俺这个。土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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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得么急啊？现在年包用不是吧？年包着的，还够说。这里面，就是叫我们都吃的了。那主要嘛的，那哪儿出去的我？俺阿伯哪儿出个住的，哪儿接马拉不去是的，见着来吃的。你这有些就要嘛的。
俺就说一遍。对了，那是所长，发现一对摩托车载着几个孩子。所长，车队刚刚经过拉萨大桥，现在很快进入市区。出发。谁是你的老师？我不是你的老师，我是所长。口气可以啊你啊！我会拉弦子。我是卓玛，我会唱歌。我是格萨，我会吹硬笛。我是土豆，我会带路。给你个辣油给，摇摆。哎，你们干嘛去？你们准备去哪儿？去珠穆朗玛峰。那你们来这干嘛？绕道了。送孩子。走。
俺到松干来着。你们这有没有免费的律师啊？你们不能抓我，我是小孩。老师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我们不去。小爷，你有什么要求您就提。在西藏，会唱歌的孩子多着呢。可是孩子们想去啊。他们去干嘛？为了同情我们这些盲人孩子，还是为了提高你们电视台的收视率？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我只想保住图丹的眼睛，他唯一的眼睛也快失明了。马主任，抓小朋友，俺都落着些。俺这来啥不都来差不多？俺老没。俺来了个买。用慢点，落着。你的事，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再考虑考虑，再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您的校长，孩子们想唱歌，那是他们的梦想。我才是他们的老师。我们要帮助孩子完成他们的梦想。钢琴，我送你一台钢琴。你想贿赂我？你看，要不你听。нам что я персуэ? Каши, анда хале бахва девна ши кецау шушту. нам что сило? конца чемариша. А чема тоню ю. Кара чемари, джамба чемари, пена шиори. Тандо, субтста джамена зорта. 到了深圳，你想去哪儿？告诉我，我带你去。我去过深圳。啊，那你还去过哪儿？我去过欧洲，还去过美国。哎，那我跟你聊聊电视台吧，你可能对电视台不大了解。我上过电视。哦，江导，你在电视台负责什么工作呢？我在电视台什么都负责。哦。最主要的还是负责带演员。哦。带演员。我说这班东西干着干来着。张导演。哎。我们现在飞得多高了？我们现在在10000米的高空之上。1万米是多高？1万米。有1万个你这么高。我们现在海边。哎呀，脸翻那么大！不怕没有了。等等，你干嘛不帮帮你的？我让他讲。等等，我这度，这度，这度，我就没没这度。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深圳。孩子们，天籁梦想，咱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啊！给你一个铃，谢谢。
有变化吗？这个节目取消。好。导演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他们能唱吗？现在？能啊。来，好，来，孩子们都打起精神来啊！导演在前面，都好好表现啊！你不就是导演吗？加油啊！加油！我们是不是要上电视？对呀，上电视！来，把盲将对给我，来，准备。唱这把好了。等等。预备。开始。那不累的。徒弟。徒弟。别放。就他了。好。저수나 수수마다 바체 먼저 지고 단주에 돈도 아자 좀에래 야보면도 먼저 요지 소소년들 나치 台长，啊，我知道，收视率肯定没有问题。你放心，宣传点我都已经做好了。导演，你让我的孩子们一起上电视吧。啊，台长，我这边先处理点事，晚一点打给你，好吧？好。导演，你让我的孩子们一起上电视吧。他们是一起来的。昨天
江导演都说好了。江导演，对不起，我们的节目也有我们的规矩，我帮不了你。导演，那钢琴我就不要了。什么钢琴？来这边。好，非常感谢上一组选手的精彩表演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选手非常的特殊，她是来自西藏的一位可爱的小女孩，有请。好，接下来的舞台交给卓玛。整个那个发型会显得人太成熟了。等会儿。说什么呢？选手怎么回事啊？下组选手上场。怎么了，卓玛？啊？卓玛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卓玛，指纹跟紧一点，给他标记的位置啊。导演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知道他们情况特殊，有什么愿望，我可以帮他们。첨투 만제부디 년로 주리 종키나 민탄타 이년자 민멘도와 이년자 참만 가져 놓으요래 이내 아자 좀다 얘님들라 민기 만도네 셈나 점린디니 간솔레 세워요래先把他们제가 만주 너디 가래 스노르 저왕대 나너 저한테 술에 저운데 왜 셰프 타그래 너지 너 교직 다 같이는 용구 말해 나좀 미신념도 연결해 나저와 각대 가셔야 다네 용구 말해 对不起，是我没用。不怪你，想唱歌，到哪唱都行。俺走老出。
我以前参加过钢琴比赛，第1名。可我认为第1名应该是别人，就因为我是盲人吧。过分的同情也就是歧视。也许是你太敏感了，就像你这个墨镜，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它，你只是习惯了用它来保护自己。不对，你们戴着墨镜，也是为了让别人看不到你们的眼神。这一点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你我都在同一个世界里。你看，他们现在很开心，什么烦恼也没有。有时候，我们应该像孩子一样。Segurança! Mulher segurança! Jasa! Tumben sudah sakit Jasa! Jasa! Tumben! Mana ya? Jangan tidak nak cuba batunya tidak tunggu. マスターだ。こういう。あれあたしだ。あたしだ。大丈夫大丈夫。全然マジ。あたしだ。警察，警察来喊厕所，警察，警察喊厕所，警察，警察。怎么了？啊？厕所房也可是的，偷问嘛的。啊，同给。他说什么？ 마오, 세부, 전구, 까부. 뭐지? 나 가르친 것도. 나도. 나를 걸렸다고.今天就安排手术吧。好的，张医生，谢谢您特意赶过来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
信吧。我看啥呀？人生这来上呢，我叫人过来也是，开脸不嘞？我让他过来的，叫人这个。莫哥，我过来的一个人。你包了的包了，可你叫了龙儿嘞，你呢？我做长妹，过年当新个月，我叫人过年当大呢，叫人每天查说呢，我说话用过，我做年都老着。大家都知道，西藏地区的这个日照时间很长，紫外线非常强烈，所以白内障的发病率就很高，而且还是遗传性的。这次检查发现图丹晶体移位，几天前我给他做检查，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，这应该是外力造成的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图丹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在路上从山坡上滚下来了。哦，他们说在路上还翻了车。张医生，手术会能成功吧？如果现在不做手术，那就彻底看不见了，是吗？是的，很快。成功率到底有多少？这我恐怕不能回答你。李道老师，图丹的眼睛必须马上手术。我想再考虑一下。你，如果风险那么大，那就不做手术了。我们的眼睛看不见，早就习惯了。要是有点希望，要有失败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那是太残忍了。我要看见。我想再看见。我要做手术。领导老师，我还能为你们再做些什么吗？你已经为他们做了很多，谢谢你，姜导演。你别再叫我什么导演了。其实，我就是个小助理，我是个失败者。你是真心的帮孩子们，我心里也明白。姜导演，哎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蹲下，蹲下。往前走，不许偷看。哦。什么感觉？你害怕吗？你再往前走。我5岁以前能看见，和你一样。
什么感觉？你要是一辈子都这样，你会怎么办？可我不是盲人。我把他们带来是听了你的话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知道吗？明白。今天图丹唯一的眼睛也瞎了。他们要的不是同情，是一个机会。你害怕吗？你我都在同一个世界。切对好了，好吧？啊，然后那个刚才还有一个，我记得是第3个节目吧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圳电视《天籁梦想》的录制播现场。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拥有人世间最纯净的心灵。相信稍后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份感动，一种执着。好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，有请。此刻站在我身旁的是一组远道而来的选手，他们从茫茫雪山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舞台，因为有梦想。再高的山，再远的路，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阻碍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梦想，他们的愿望是什么？啊，这种吗？我是卓玛，我们来自西藏的盲童学校，我们上电视就是想证明我们这些盲人不只会坐在家里织布，在按摩院里按摩，和在盲童学校里等着一天天长大，就是想让所有人看见我们能唱歌。我们还想通过这首歌，让我们的好伙伴图丹能再看见这个世界。
就是那。好，接下来的舞台交给这一组选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西藏的歌声。导演，你找我？这是你的节目，你来喊开始吧。我给你机会。谢谢导演。来，各部门准备，进点。
딸이 콘주 사마 소스의 부삼도 인교를 좋아해. 니 부삼이 콘주 사마 로아치기디.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要唱歌给大家听，让大家听到我们内心的声音。这一排，这个黄线这一排，对。我们来自于西藏拉萨盲童学校。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？合唱。合唱。哦。好，我们会非常安静的听来自于青藏高原的歌声。 这个歌泰语叫什么名字？天下父母的心。天下父母的心。 孩子们的天籁之音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，我特别的感动。其实我觉得看不见的孩子们心里比我们都辽阔、自然、清纯很多，他们发出来这些声音，就是叫天籁。